为大家带来这场娃娃。原本有4个小朋友可以一起唱，可是他们因为要跟家人过中秋了，所以放他们一马。娃娃好，我阿弥萨娃娃你煮好。孩子啊，你是阿美族的吗？哈耶乌阿弥萨娃娃卡布。是的，我是啊，阿美族的。娃娃好，那你拽古尼亚罗伊索。孩子，你的部落在哪里？那你一杜里古尼亚罗瓦古，我的部落在杜里。那里有问答，咦耶耶呜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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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起唱嘛。OK， 没关系。乌曼那卡登古曼那莫，你们吃了哪些菜？菜。乌达多跟阿多西拉，欧迪亚菜跟那个生猪肉，知道欧迪亚菜吗？乌曼古卡法那安诺那莫，你们平常最会做的事情有哪些？孩子就说：乌米夫的他都乌米夫的，我还会潜水抓鱼跟拿藤溪。哩耶耶哇哇，哩耶耶哇哇，哩耶耶哇哇。哇呀，咦耶耶哇哇，咦耶耶哇哇，咦耶耶哇哇。哎呀哇哇，那天温大，那呀我哩努力呀，哎呀哇哇，那天温大，那天温。各位孩子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。这次欢迎的唱，真的，来，你们来唱有声音。咦耶耶呜哇哇，那边的朋友 ，OK。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。我们不要有乐器哦，我们也没有麦克风，一起唱，来，大声点，开始。唱。
自己掌声鼓励。